4年前 check 到我心臟有阻塞，我今年已經65歲啦，退休咗好幾年。醫生同我講呢個藥費好高，我自己冇能力負擔呢個醫藥費。我問醫生可以唔可以唔愛開刀，齋食藥啫？咁樣醫生就配藥俾我食。醫生開俾我嘅藥，我一路有跟住食。但係我最近發現到掹熱頭行遠啲都好，我嘅心口要好唔舒服，同埋有覺到有多少痛。落嚟我就睇到呢個廣告，就問佢哋好多問題，佢哋就講呢個可以解決通血管同埋心血管嘅問題，所以我就試下咯。我記得係27號收到呢個產品嘅，咁樣我就開始食啦。呢個產品我食咗定話4日啫喎，我就覺得我嘅心口冇痛咗，行路都可以行遠啲咗喎。我食咗呢個產品3個禮拜之後啦，好明顯我覺得我嘅心臟輕咗、鬆咗。如果邊個有心血管因係心臟嘅問題，我介紹你哋食呢個產品，真係 very good。1月有王同埋限時嘅優惠，而且全香港免郵費同埋貨到付款。我係王仔，快啲 PM 我啦！